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收聽第101集嘅米閱讀分享米the Reader 呢個 podcast。今集開始呢，我哋會進入愛書系列嘅。首先揀嚟分享嘅書呢係書頁中的永恆，書籍的歷史與流轉之路。預備自己嘅慶生啦，同埋呢一個 podcast 2周年呢，我就生出咗一種呢，就係我想講下書呢個主角嘅念頭啊。畢竟呢，我呢個 podcast 呢係說說書、談談生活嘅 podcast 嚟嘅。大部分嘅聽眾呢，應該都係衝住呢聽我分享書嘅部分呢而收聽嘅。又因為呢年幾之前呢睇完呢一本書頁中的永恆呢，覺得呢本書好正，好想同人分享啊。於是就成就咗今次嘅愛書系列啦。書聲咁難聽，仲要愛書啊！唉，真係猜啦。我以前呢細個呢聽大人提過，話唔好呢拎住本書，企喺大人旁邊睇人打麻雀啊。就係因為書呢個字嘅發音啦，但係我偏偏就想改呢個系列呢個名就係愛書系列啦。可能因為人大咗啦，尤其是見到呢太多年輕嘅生命選擇自我了結啦，我就開始覺得做人其實都唔一定要贏嘅，輸咗都有得着啊，或者係有時更加開心和諧添。呢一個愛書系列嘅命名呢，某程度上都紀念咗我呢一個好好勝嘅人啊，學習放低勝負嘅歷程。好啦，我而家呢就開始分享愛書系列嘅第一本書《書頁中的永恆》啦。呢本書嘅作者呢係西班牙人嚟噶，佢叫做 Irene Vallejo， 只係比我大2年噶。為呢個希臘同埋羅馬神話着迷而研讀呢古典語言學，並且係取得西班牙薩拉戈薩大學同埋意大利佛羅倫斯大學博士學位添。後嚟呢就獲得研究嘅贊助啦，而去到英國嘅牛津大學深造。呢個立立令嘅招牌呢，就吸引咗我嘅注意啊，令到我對書入邊嘅內容，主要都係各種嘅故事嘅真實性呢，就多咗好多嘅信任啦。讀到書嘅教學部分呢，仲俾我發現有機會認識到我而家身處嘅西班牙更加多添，呢份呢真係驚喜啊！我喺下集嘅節目最後嘅部分呢，都會分享到嘅。講到嚟呢度，又係時候呼籲一下大家撳 support the show 或者係 subscribe only contents 呢一類字眼訂閱支持我阿米呢一個 podcast。一次性嘅贊助亦都歡迎噶，我喺呢度先道感謝。大家仲記得我剛才講作者 Irene 自細呢就着迷於呢個希臘同埋羅馬神話，面前呢一本書頁中的永恆呢，就只有2大部分。第一部分就係叫希臘想象未來世界，第二部分係叫條條大路通往羅馬。聽上去好似書嘅故事呢，都係同希臘羅馬有關。基本上呢，都有唔少部分係嘅，因為呢，同書啦、文字以至圖書館呢，都係同呢2大文明古國呢好有密切嘅關係噶。但係書入邊呢，其實都有希臘同埋羅馬以外嘅故事嘅。呢本書呢，我覺得呢，同呢個上一本我分享嘅餐桌上的人類學嗰本書呢，有啲似啊，都係可以話圍繞住書同埋文字去講相關嘅故事。咁所以呢，其實都未免有啲零散嘅，但係呢，其實好即係內容呢係好豐富好讀咯。咁我呢，就打算揀5個重點，今日呢，就會講2個半左右啦，讀出選段同埋分享。下一集呢，就會繼續呢，剩餘嗰一半嘅分享啦。今日第一個想分享嘅點呢，就係原來呢，我哋讀書嘅時候嗰個形式呢，係可以有唔同，同而家呢係唔一樣嘅。以而家嘅排版同埋印刷成書嘅方式嚟睇啦吓，而家嘅讀者如果係睇實體書嘅話呢，基本上呢都係雙手捧住本書啦。如果係英文書同埋呢個橫排嘅中文書呢，書頁呢就應該係向右邊開口嘅。所以我哋呢就要用左手捧住本書，右手呢就負責翻頁啦。如果係中文直排嘅實體書呢，咁佢嘅書頁呢應該係向左邊開口，所以呢，我哋應該係會用右手捧住本書，而左手呢就用嚟翻頁啦。閱讀嘅時候呢，對眼應該呢就係由上而下咁閱讀啦，然後就由右至左呢咁掃過去嘅。大家諗下，你哋係咪咁樣閱讀嘅呢？而我手邊呢一本書頁中的永恆呢，係本電子書嚟㗎，都係直排嘅文字，由右至左。我嘅翻頁動作呢，就用呢個撳掣去取代咗翻頁啦。
而呢件事呢，我無論係睇咩書呢，都係依賴右手去做嘅。書頁中嘅永恆呢，提到以前嘅人閱讀嘅卷書啊，亦即係一卷卷要碌開嚟睇嘅所謂嘅書啦吓。其實呢，就係用動物嘅皮啦，後嚟呢，就變成紙嘅呢個卷書啊。原來呢，係以下咁樣去閱讀嘅。卷書的使用並不像書頁組成的書籍。打開一部卷書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第一行文字，然後接着另一行，由左至右依序出現在沙草紙內面。閱讀的過程中，讀者以右手推開書卷，並繼續閱讀更多內容。在此同時，左手必須把讀過的部分捲起來。這是一個緩慢、節奏穩定且讓人沉浸其中的行為，仿佛一曲慢舞。閱讀完畢後，卷書是反方向捲起的，變成從開頭捲向結尾。基於禮貌，必須將它倒捲過來，就像卡帶倒帶，以方便下一位讀者閱讀。不少陶藝、雕塑和浮雕作品呈現了專注閱讀的男女群像，並復刻了上述的開卷神態。他們或是站立，或是大腿上放着卷書端坐着，每個人都使用了雙手。打開卷書只用一隻手是行不通的。他們的姿態、行為和神情與今日吾輩不盡相同，但同時也讓人想起了現今讀者的樣貌。微彎的背部，埋首文字裏的軀體，讀者暫時抽離了自己的世界，以一雙眼珠的橫向或縱向動作為運輸工具，由此開啟一趟旅程。唔講都唔會想象呢，以前嘅人呢，讀書嘅姿勢啊、手勢呢係咁樣嘅。雖然到而家呢，讀書嘅人呢仍然都係差唔多嘅模樣嘅。我時話書嘅稍後部分呢就會提到，我哋呢用電腦呢瀏覽網頁嘅時候呢係會講 scroll down， 即係碌落去。而 scroll 呢一個字，英文嘅文法上面呢係沿用於手寫卷書。我哋而家上下垂直游移嘅動作啦，其實呢就好似古人操作沙草紙書嘅方式。關於閱讀時呢用嘅方式呢，以下嘅史料呢都令我好難忘啊！我想問下大家，睇書係唔係一樣好安靜嘅活動呢？我估99% 嘅聽眾呢都會答係嘅。我哋平時去圖書館亦都會被要求安靜，等大家都能夠靜靜地咁讀書。但係原來以前唔係咁噶，因為讀書係真係讀書，亦即係會讀出聲嘅。你別以為閱讀一向如此，從發明文字後的最初幾個世紀，直到中古世紀，閱讀的規範是大聲朗讀，讓自己和他人都能聽見。而作家本人也在寫作過程中念出自己寫的文字，借此聆聽其音樂性。當時的書籍和現在不同，並非一首在內心唱誦的歌曲，而是從嘴巴大聲發出的旋律。讀者變成了借出聲帶的演繹者，一份書寫的文本就像基礎樂譜。因此文字一個接一個出現，沒有分隔，也無標點符號，必須念出來才能理解其內容。朗讀書籍時，通常有見證人在場，公開的朗讀會頻繁登場，聽眾喜歡的內容則口耳相傳。我們不能把古代圖書館門廊想象成安靜的地方，那是個朗誦聲和回音交錯的場景。除非例外，古代讀者不能自由自在地享受文本中的理念或幻想。你不能為了創造屬於你自己的宇宙，就隨意停下來思考，或任性的作個白日夢，也不能自行取捨內容，甚至中斷或放棄。這樣的個人自由，你擁有的自由，其實是獨立思考、征服了制式思維的成果，且經歷多時，才一步一步漸趨完成。呢件事呢，令我好錯愕啊！
因為我呢就係一個好中意安靜閱讀嘅人嚟嘅，我亦都好享受自己可以遁入呢書入邊嗰個世界，用自己嘅想象去雲遊四方咁，或者係默默細想當中嘅一啲哲理。搞笑嘅係，正當我為朗讀書籍嘅事而驚訝嘅時候呢，4世紀嘅奧古斯丁睇到米蘭總主教聖安博安靜閱讀呢而目瞪口呆，仲喺佢嘅懺悔錄裏邊呢記下咗呢件日事添啊！呢本書呢係咁樣交代嘅：這是第一次有人在奧古斯丁面前做這樣的事，顯然他也覺得此舉與眾不同。他語帶驚奇描述着，他的雙眼在書頁中來回流轉，他的內心理解書中所述，卻閉口不言。奧古斯丁意識到這位讀者須置身面前，心思卻不在此地，早已跳脫到自己選擇的另一個更自由、更流暢的世界。他靜止不動，卻在行旅途中，沒有人知道何處能遇見他。這個景象讓奧古斯丁驚愕不已，且為之着迷。哈哈，好彩呢，而家嘅閱讀習慣改咗，係比較安靜咁讀書，而唔係朗讀出嚟嘅啫。今日想分享書入邊第2個有趣嘅點呢，就係圖書館位處嘅位置啦。喺古希臘呢，圖書嘅設立呢係同健身室呢相鄰嘅。作者 Elena 呢喺書入邊係提出咗證據，作出咗推斷嘅。那些圖書館很有可能和所在城市的地方健身中心 Gymnasium 有關聯。最初年輕人在那裏練習田徑和格鬥。健身中心其實是源於裸體 Gymnasium 呢個字，因為古希臘的習慣是簡直是野蠻的醜聞，毫不扭捏也毫無遮掩地展現沒了油的男性健美體魄。在古希臘時代，健身中心已經變成了教育中心，設有教室、會議室和閱覽室。據悉，至少雅典的一座體育中心附設了圖書館，因為一件石碑上仍保留了它的一部分藏書記錄。看來這份目錄清單是刻在圖書館的牆壁上，讀者可以快速查看，不需要大費周章去打開又捲回沙草紙書。況且重複使用恐怕也會加快損壞。從那份目錄看來，這座圖書館的館藏側重喜劇和悲劇。假如從雅典和羅德島顯示的資料可以推斷所有城市皆設有健身中心，那麼希臘化時期可能有逾100座圖書館，構築了一個精緻活躍的網絡，在國土境內的每個角落仲揚着文字和虛構故事的生機。而到咗古羅馬時期登場嘅呢，就有浴室圖書館，亦即係呢公共嘅浴場嘅閱覽室啊！哇哦，其實都真係幾超越我嘅想象噶。所有羅馬人都去公共浴場，男女老幼無論貧富，有些人沐浴後躺下來做按摩，有些人則忙着換球，或有好事者評論他人的球賽，有人去聽演講，有人和朋友閒聊，或在熟人背後低聲議論是非，或是針對市政大肆批評，或是抱怨穀物價格，或是狼吞虎咽面前的香腸，或在圖書館內好奇閒逛。哲學家塞內卡在他位於公共浴場樓上的書房裏極力想專心工作，卻只能絕望哀嘆。於是他針對浴場的喧鬧和歡樂氣氛寫下了有趣的描述。當運動員練習擲圓球時，我會聽見他的口哨聲和喘息聲，我還聽見按摩師拍打客人背部的噼啪聲。如果突然來了球類選手，並開始天南地北聊起來，你會聽得茫然失措。更別提還有喜歡找渣的人、被遞的舌擦，以及有人猛然跳入水中的轟隆聲，還有某人樂之窩涕無時得，突然使盡力氣驚天大日叫。接着賣飲料的、賣香腸的、賣糕點的、
所有商人扯着變調的嗓子，大聲橫喝叫賣。試想塞內卡在其著作《論心靈寧靜，反思內心平靜》這個議題，在這樣的氛圍下，其實是再適合不過了。不同於前述的帝國議事廣場圖書館，公共浴場的閱覽室是以符合大眾化、多樣化和通俗化的口味為走向。讀者大多是尋求娛樂的好奇群眾，他們將書籍視為球賽、玩水和閒話家常之外的替代性選擇。我們推測閱覽室選書主要是兩種語言的經典名作、當代作家的著作，可能還加上一些哲學作品。圖書館建立在擁擠的羅馬浴場內，堪稱帝國一大成就。文化、娛樂、商業和教育在同一屋檐下有了朝氣蓬勃的融合。一般涵認這項創舉是書籍普及化的一大助力，把書籍置入一個大眾化的嘈雜環境裏，才不至於讓一般讀者產生畏懼感。本來呢，我仲覺得好得意啊，將健身室呢一啲呢展現咁多肉男嘅身體啦，同埋公共浴場都係同即係呢個身體肉區好緊扣嘅地方呢，係絕對呢唔會呢將同呢個閱讀呢聯想埋一齊嘅嘢呢就並排咁放置呢，真係好大對比，好得意啊咁啦。但係呢，我從呢個社會功能上邊嚟再睇一睇呢，就同樣呢，其實都係屬於文康啊、聯誼類嘅活動，其實又真係唔違和嘅喎。跟住呢，我就突然之間諗啊，其實香港嘅文康體育設施呢，好多時都係喺同一棟時政大廈裏邊，亦即係呢，打完波之後行幾步，又真係可以去埋圖書館喎。又好似係差唔多原理啊。今日第3點會開始分享嘅呢，就係奴隸咧喺文字文學傳承上面嘅角色啊。讀到呢一本咧書頁中的永恆咧，我先知道羅馬人咧其實係好中意佢哋所打敗嘅希臘人嘅文字啊藝術噶，所以羅馬人咧係樂於學習希臘文學同埋文化嘅。而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不時係會牽涉到奴隸嘅使用噶。而家咧就先分享咧呢個羅馬嘅文學家 Livius Andronicus 嘅故事。文學家 Livius Andronicus 看來不太像是拉丁文學的創始者，亦非土生土長的羅馬人。他原是出身塔蘭托的演員，這是意大利南部最大的希臘文化飛地之一，一座富裕的城市，盛行優雅的戲劇文藝。西元前272年，這位年輕人在羅馬征戰期間淪為囚徒，後來不幸遭人販賣，落入了奴隸市場。我可以想象，他一定是透過運送奴隸的囚車山難初識羅馬城，就像個任人喊價買賣的貨品。有個精明能幹的奴隸販子，把他賣到 Livius 家的豪華莊園裏。他的聰明才智和口才，讓他得以免除勞累筋骨的粗重工作。據說他為主人的孩子授課，豪門之家對此非常感激，於是在數年後解除了他的奴隸身份。按照習俗，獲得自由身份的奴隸必須冠上前主人的姓氏，希臘名字因此多了一個過去身份的象徵。在這個買了他又放了他的富豪權勢庇護下，他在首都創建一所學校。在缺乏本土詩人的情況下，這位精通雙語的外國人繼承了羅馬帝國的文學大任。我不禁要問，當他以摧毀祖國的侵略國文字書寫，會有什麼樣的矛盾情感？據悉，他翻譯了第一批在羅馬帝國首都面世的悲劇和喜劇，當然也包括荷馬的奧蒂賽 Odysseus。原來呢 Livius 呢都唔係佢嘅本名啊，而係呢傳承咗羅馬人嘅姓氏，亦都反映出呢佢係做過奴隸嘅。更加教我驚訝嘅呢，就係以下關於奴隸擔當知識之士啦，現今社會地位唔錯嘅一啲職務添啊。希臘人
並非唯一被羅馬人奴化的民族，淪為奴隸的還有大量西班牙人、高盧人和迦太基人。希臘奴隸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們的學識素養大多比主人高出許多。現今從事高尚行業的人多位居社會中高階級，但在古羅馬社會，這是奴隸從事的行業。令人驚訝的是，那個時代的醫生、銀行家、管理階層、公證人、財務顧問、行政人員和老師，大多是失去自由的希臘人。熱愛文化的羅馬貴族，只要早上走一趟城裏的人力市場，就能買過他中意的希臘知識分子。買回來的奴隸可以教育其子女，或純粹讓自己享有家中坐擁哲學家的特權。家庭場域之外，學校裏大多數教師同樣也是希臘奴隸或被解放的奴隸。所有白領或文書工作都是希臘人的專長。此外，他們也支撐了王朝內的管理工作和法律系統。西塞羅曾經在信件中不經意透露，自己擁有大約20名這一類的文人奴隸，擔任的職務包括秘書、職員、管理員、抄寫員、朗讀員，主要為主人高聲朗讀書籍或文件，還有助理、會計和跑腿小弟。這位著名演說家擁有好幾座圖書館，分別位於首都住所和多處鄉間別館。他需要的是合格的專業人才，才能協助他管理數量龐大的藏書及他本人的著作。他的奴隸負責的日常工作如下：將沙草紙書放回架上原來的位置，修復受損的藏書，並整理每日書單。以優美字跡抄寫也是他們的基本工作之一。假如主人的朋友出借的書籍恰好是他感興趣的作品，無論篇幅多長，奴隸必須抄寫完整的複製版本。此外，他們也得盡快將驕狂主人的作品抄寫成複本，好讓他分贈親友。西塞羅是個自命不凡的作者，非常多產且交遊甚廣。哈哈，原來有文人奴隸呢回事嘅，又原來呢個奴隸都可以被買返屋企，向自己嘅仔女咧進行家教嘅。唔知道呢一啲文人奴隸嘅待遇會唔會比其他種類嘅奴隸好一啲嘅呢？無論如何，呢一種奴隸嘅新形象啦吓，係同我咧喺 Gladiator 呢一種好似即係電影所反映被羅馬人奴化嘅西班牙人，由呢個 Russell Crowe 所擔演啦，販賣去到呢個鬥獸場進行人獸鬥表演嘅呢個形象啦，奴隸嘅形象啊，係完全相反啊，所以咧真係令我好深刻啊！以上關於奴隸嘅說明呢，主要係嚟自書入邊奴隸制的隱形門檻呢一章嘅，係咪好精彩？覺得有啲大開眼界呢？今集就住書頁中的永恆，書籍的歷史與流轉之路就嚟到呢一度啦。下一集呢係會繼續講奴隸嘅部分，然後就接續分享餘下嘅2個重點啦。你聽緊嘅係米閱讀分享呢個 podcast， 下星期記得返嚟收聽啦。再會大家。